我係客家甜心朱海軍，朱海軍。我係徐先生，今日來到天門係台中。中山。樹爸。係。啊，明白啊，好係食材呀。係。啊，貴起安尼我家啊，好我經過安尼嘅。味道上茶，哦，台中一片。上茶的時間。我看到一粒暗太風暗溜嘅山，我都冇開山。看到不？有看到冇？介就有名嘅火焰山啊。火焰山。嗯。今邊嘅任務客啊，愛來火焰山順便嘅台中後里出任務咯。聽講今邊呢個來賓啊，嘛係一個研究哥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很歡喜哦！一個好看嘅節目一定要當地開來賓，錯冇？嗯。因為我嘅節目都任務客，乜講到任務客呢？愛教來賓講話。講客話，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羅賓 Mr. 大家好，我們大家安子水張羅平，我係羅平，羅平 ，Mr. 羅平 ，Mr. Artist， 我已經把我畢生所學的客家話都獻出來了。你好厲害哦！學語言是我的興趣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別來這邊任務課學會客家話，以後將來出國的話可以多推廣客家文化。幾種語言？我現在用幾種語言跟大家打招呼哦。好，第一個印度的 Namaste，Namaste 就是你好，你好，對 Namaste。然後第二個斯里蘭卡的 Ayubowan，阿拉伯叫 Salam Alaikum，Salam Alaikum。第四個我們來講德語的 Guten Tag，Guten 真很難呢。Guten Tag，對 Guten Tag。Very good，唔係講我始終語言，又傳到3句呢。看來台灣印度分嘅王子羅平，沒曉得留意譜哦。好，等下再來本表現啦。今日開場地點呵，就喺中山觀光法師，係客家甜心海軍子弟呢。佢講啊，因為佢人比花嬌，第二個法師來碰入呵，就看得出來有佢講嘅呢。實在想太到位啦，一個特色呵，就係一年四季啊，都做得很法哦。介紹一下你最得意的。花種，向日葵最漂亮哦，這是夏天最有名的。夏天最出名的花，荷花跟向日葵。向日葵，然後剛剛提的鼠尾草。講係啦，荷花，係荷花，係向日葵哈，葵花，還有那些，比如說菊花嘛哈，菊花那個菊花啦，菊花，現在就開始學客家話。其實我覺得不是很難學啊，好像聽一聽。大概轉換一下音，應該是可以順利過關的。好，那今日好，出埋個題目啦。來，可以今日那任務啊。任務哈，出任務。啊，有4個任務。4個，西仔任務。4個任務啊。第一隻，水成火熱。水成火熱。第一隻。這個厲害，什麼暗江，什麼暗江，對不對？什麼暗江？暗江，暗江，還有什麼暗江？團練心智，第四隻，風花雪月，很適合你啊，風花雪月。對，我這個人是很單純的。啊，真的嗎？我單純。既然今天來學客語，那我就挑一個最難的，水深火熱。羅平，唔靠啲每關嗬，先其他3妹再過一關就做得兩通過費呢。你先到水深火熱，也就會照節目嘅管理連過3關咯。哎，海軍啊，你也係啲嘅談戀愛嗬，卡正經地位，提關嘅任務來了。哇，超漂亮哎！哇，太美了！這麼漂亮的季節開這麼漂亮的花。羅平，你好會選哦，你好會選關卡哦，選到這個好漂亮的地方哦。對嘛，你就是說嘛，水深火熱聽起來很難，一定最輕鬆的就是它。好，不是泡水，我考考你。哦，這個是什麼花？這個，台灣叫做荷花啊。荷花。對。你怎麼跟馬迪亞？花。荷花。它跟蓮花長得很像。對哦，有些人會覺得一看到它就說，哎，它是蓮花。而且它也有，你看，像蓮蓬
头。对啊，莲蓬头啊，那它是莲蓬头，有莲这个字。我请到专家。哦，对。哎，像棕色系啊，哎，大姐你好。棕色系啊，哈，棕色系啊。哎，荷花纯莲花有乜嘅冇共用嘅地方？可以就上去就差唔多啦。哦，荷花其實佢都係蓮花，佢嘅花開嚟嗰陣啊，從荷花嘅字嗰陣啊，都變蓮字，所以荷花其實佢都係蓮花。哦，荷花就係蓮花，蓮花就係荷花。總太子，係，剛才呢一度一到來看一個蓮花、荷花係最靚、最好看嘅時間。看蓮花嘅時間是七八月清江，從而係蓮子啊油，蓮花啊油，看到蓮蓬頭吼，看到一江。總太子講啊，蓮花係喺6月到9月也生長一塊花，花車睇過後20日，蓮子就熟到可以摘嘞。古時候啊，第一關嘅任務，水城貨業嘅水城嘛，就係落到水度去摘蓮子咯。哇，先好嘅荷花。任務下學荷花。好了，看了比青葱野外了哈，某樣東西就唔會有蓮花了。对，我們今天學的好像都有關係嘛，這邊。嗯，水啊，水，這個簡單，水。哎，冇水就冇蓮花了，水，沒有水就沒有蓮花了。哦，水啦，那個水。那水呢？水的那邊張油啊，是筆筒。哦，池塘裡面。筆筒，這是筆筒。哎，對啊，池塘的水滿了。筆筒的水滿了，是這樣子。哎，筆筒，哇，這個音很不同哎。好，可是我用筆筒來記它哈，筆筒就皮糖了。筆筒，好。過來，筆筒裡面有筏，哎，有筏，哎，有筏，沙筏，啊，筏夠橋啊，一樣唄。你小心不要砸了我的招牌哈。我學客沒有，家話。我直接很那個很直覺的就把它說出來。鴨背，一鴨唄。那蓮蓬啊，蓮蓬啊，蓮很像我蓬，們洗澡用的蓮蓬頭。對，蓮蓬頭，蓮蓬頭用來幹嘛的？蓮蓬頭用來洗澡啊，哦，所以洗澡叫蓮蓬。嘿，不是射神，洗澡射神，就射神。射神啊，射神，射神，射神。好，好，射神。咋辦？後來呢，衝開那個鴨背了哈，下雨的時候啊，可以當做摘用了，OK。地水來摘，好了，水吧，水啦，水啦，筆筒，嗯，哎呦，筏，哎，筏，鴨吧，鴨背，哎，要唄。射神，哎呀，射神啊，這個落雨來咯。摘，哎呦，摘，OK，以後，跟那個關係，那帶唔帶摘蓮子？摘蓮子，好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就摘唄咯。從來有一點吸出來都應該摘。就是從下面開始摘嘛。好，來，我教你。脆的，啊，不是，有了，哦，棒。可能就係啊，呀，有看到你找迄個喏，找睇嚟叫我做蓮子嘅啊，要佢做蓮子哦。哦，拿來當種子。好，過一天慢慢的拔哈。可以摘。好脆哦，動車。藝主講路片啊，動位托個嗬，一個任務啊，真簡單。嘅水城貨業地度嘅貨業又係乜嘅喏？等一下就知咯。第一篇下愛老大家講一下荷花嘅細學問。荷花啊，就係蓮花，也未係純出水面嘅，還有一種水蓮，係荷花親人嘅親戚咯，也未跌啲水面檔，兩種冇共用哦。安尼大家有了解冇啊？有看到嗎，觀眾朋友？也愛我哋講嘅蓮蓬頭，底部有乜嘅呢？一粒一粒嘅蓮子。要做上色了，會上色，那是薄皮的色哈，你看。就是這個，你要吃裡面白白這個地方。你試看看，試看有甜。它有點苦中帶甜。對，所以它的蓮心。對。好吃嗎？腐差嘛。顧賞子，這顧賞子。這個騙不了人了解，苦中作樂。福要怎麼說？福富啊，你知道蓮心啦，大家種一啲
本色都唔好苦嘅，真嘅，要感覺甜甜。冇得偏愛哦。唔會，絕對唔會。係一白可樂半乾，好，一啲白可樂去，白可樂去，哦可樂，這個都會長長嘅。哎，練習嗎？吃可能会父母。这光吃这个还真苦。真的嗎？你跟它綜合一下，balance 一下，哦，對不對？甜甜啦，對甜啦，甜啦。我哋平常時適度嘅蓮子，因為蓮心一體咧，所以香甜唔會苦。總體之講啊，其實蓮心係一種漢藥材，可以清心、降火、治心煩哦。复习一下，好，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，这个你会讲。这个就简单了，水啦，水，水，哎，对对，鼻痛，鼻痛，鼻痛，哎，发，哎，压，压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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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射神，射神，想到西杂，最会，宅，宅，嘿，我们要加一个 a 啦，因为这宅，在说国语里面我们会加一个子，啊，是桌子、椅子，那视线就加 a 了，啊，找个灯呢，压背，压背，压背。风连连呢，风连连妹，像小婴儿，像小姐那脸啊，哦，就是细皮嫩肉的那种感觉，幼咪咪、白泡泡，粉嫩粉，哦，很漂亮，像莲花一样。嗯，这个就是风连连妹，冬水，冬水的冬江，再讲下去我都快变橘子了。好风连连呢，所以这个是称赞女孩子很漂亮。哎，那脸是偶尔这是特别的粉嫩的菜通红名。那样子。罗平，任務章開始，你就咬到想食飯了哦。唔見你運氣還好哦，頭家提示準備嘅蓮花太層，我半日都上看啦。有紅葉蓮子飯、蓮子湯，還有桂綠嘅蓮花泡嘅蓮子茶哦。我半日都做得一片欣賞美景，一片品嘗美食。我就知道刚才辛苦了半天了，终于有大餐可以吃，这叫做哪有到半不天？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莲花扑鼻香。马上，你做吗？可以啊。我是听说吹一天都不会有声音，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对，但是我证明给大家看。那来试试看，我练到嘴唇都变厚的人可以。哎，真的。我们重来。等一下，剪掉。我就知道刚才辛苦了半天了，终于有大餐可以吃，这叫做哪有到半不天？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莲花扑鼻香。马上，你做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哦，没礼美貌我知道了。啊徐老师一定是觉得我口渴，要先喝茶。哎，馬上，講好了。今日食到呀呢，你就會氣火啊，做啲樣子做得哈。希望啊，你就攞個葉啊，轉做仔，拿點出貴嘅。啊，好，咁啊，要先捲起來哦。所以要先蓋起來。只看好的原子大餐。只看不能吃就对了啦。生火大赛即将引爆！呀，那厂长，厂长你看起来很会烤肉的感觉，就是天天都在管烤肉。对啊，对，每天都在看人家生活。对，所以你应该有 table 哦。有，这边有方法的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先把那个，就是我们木炭要先排列，中间排出一个空隙，这样有一个空气有流动的。对，有流动。中间就是我们摆放火种的地方。把那个火种放进去，一起生就对。哦，點出嚟就不用去。羊婆。哦。姜还是然后再加一个卫生纸下去。那么火种你可以再加上去也没关系啊。全部加吗？让它慢慢的点。对。生活让我想起一个客家的给沙姜。绕口令。这个生火生不着哦，要生气的时候，气火气都火气。气火气斗火气，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起火起到生气。哎，我真的没有事先没有跟老师学，因为我其实有时候越听会越学会。气火就认真听的话，其实并不是这么难去听懂。
谈对哟，真係係位8種語言嘅印度王子呢，客家話好到一級棒。不過明亮嘅我來比賽起火下，讓都會創造啲嘅咩安南市太巧人嘅啦。耶，生完火了，可以来消暑退火了。香了，你干嘛？对我正在享受这个睡莲，他现在在不是睡觉。不是要消暑退火一下吗？我可以帮你装一碗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哎，但你们干嘛？这个要吃大餐哦，这课任务课实在是很艰难。真的很艰难。来了，水、哎，睡笔筒、过呀来，法、哎，亚贝、哎呦，西身、呀，再照个片，西神、西神、神，西神、过来，仔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哇，只有这个哎，这个这样小鱼。磨功哦，这个再说一遍，这个我再说一遍，西神、哎呀，好，不错，西神。好厉害厉害厉害，好，现在可以吃 OK，，耶！哎，其他都 OK。好，现在你可以吃了，观众朋太好了，太友，好了。好，莲子大餐没问题了开开动哦耶太感冲哈了哟！好，来来来，呀，一关啊，真件系制作单位太放上松哦，任务真简单，又有莲子太传可以食。不过，谈讲一个任务的难度啊，会一来一个。罗平啊，我有心理准备哦。老实讲啊，也为真件同合适恢复体身，还有恋爱嘅人唔穷下来。老公啊，也拜我先老唔看好些啦，下200问我能来哟。听你管 ，Go！ 好，music， Music， 呀 Musica。你看我们后面有没有看到？哇这么壮观。这个很有名啊，世界闻名的乐器萨克斯风。对，啊，你会不会罗平？哦，萨克斯风其实我不会，因为这是，这很难哎。我在期待你会，我在期待你会。我讲太你知道吗直接是不是我？今天带你来到这一间博物馆，是台中海里最厉害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之一。好。天馆嘅任務地點就係一間薩克斯風嘅博物館。當少年啲喺台中後里啊，其實就係薩克斯風嘅大本營，入邊有當到間薩克斯風嘅工作，做出嚟嘅薩克斯風啊，都愛受到歐美各國嘅慶祝嘅開山祖師就係呢一片啦。萨克斯风啊，嘿，音乐的灵魂是音乐的灵魂。对，它是音乐的灵魂。它在我们的一些西洋歌曲啊，非常著名的一些西洋歌曲，我那你一想到定是相当了我解的嘛想到了，对不对有些音乐啊，那个萨克斯风一吹出来，你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歌。对呀、对，真的很多经典都是来自于萨克斯风。所以我今天应该有那个和服。我们该不会想的是同一首歌吧？我听到了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你的旋律，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听到，不过不能再听下去了，我们进去一探究竟。As I take your hand and lead you to the dance floor, to the music dive, something in your eyes, closes mine a silver screen, don't ever say goodbye. I'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, guilty feet and got no rhythm. 真幾下好睇哦！羅平嘅歌聲，再加上薩克斯風嘅演奏，太完美啦！ They're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the way I danced with you. Never without you, love. 哇，太精彩了，太厉害了！让你们的尖叫声还有掌声！尖叫声哎！加油！哦，好厉害啊！我觉
觉得萨克斯风真的是很有感情的一个乐器，客家子弟，哎你们客家子弟就是有才艺，对，相貌堂堂又有才艺，这怎么得了？哦，刚才你知道他吹萨克斯风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可以，你知道女孩都被他迷倒。而且那博物馆，所以算是观光工厂，工厂。哦，所以是两兄弟的吗？哇，这么年轻就做老板，是老板吗？没有。买了萨克斯买风两，个去哈。认识的。嘿，其迄两片聘用的艺术。哦，乐手。嘿。有两个客家兄弟啊，都係伫野位培养出来嘅萨克斯风强人哦。老太搭礼拜了日就會來一個表演，阿哥啊就係負責技術老管理，也一關嘅任務就係要學會彈薩克斯風啦。學嘅以外，還要學客家。哦，對，你的客家話好，要面對現實啦，哎面對現實我們一起來學好不好？好，要照必須有關係哦。好，音樂，音樂，音樂合嘴啦，音樂，音樂，哎，音樂。學嘅時間呢，會搞學費。哦，慢你，這個好記，因為學費英文叫 school fee，所以音跟那個費是 school fee。你好聰明哦，他有他的方法。有，哎學費。哎，喊做的批的呢，創果呀，錯咧，創果誒。衝果誒，創果誒，要加 A 了，誒，衝果誒，一條我線上搞啊，搞嘅學生嚟呢，搞，好，這個最後一個，誒，兩個企業係用日文表演出嚟啊，用再盤，盤，哦盤，哎，這個跟台語叫盤，複習一遍。好。音樂，音樂，學費，創果誒，搞，學，盤。古語常說什麼？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。哎，客家話講法哦。你看啦，病都水來，人過水。病都水來，人過水。就是冰呢，是從水變來的啊，但是它比水要冷。我們再念一次來，病都水來，病都水來，人過水，人過水。好聽客家話，也兩個要來認識下薩克斯風了。第一件博物館度後，除咗做在談到薩克斯風嘅研究，還做在直接看到製作過程，因為是要看下老表比人，故所你就符合音樂學嘅名稱水城風熱啦。哥哥，嘿，帶我們來這邊博物館的要做乜嘅啦？哦，這一隻呢，它來頭可大了，它是我們張連昌薩克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。鎮館之寶，鎮館之寶哎！我幫你做一下，哦，換一下。這個冇奈何的，你看，我還要拿來準備啦。幫老師拿對對，拎着，請不坐。夠要拿來來去的啦。來一個，太生活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一隻呢，它來頭可大了，它是我們張連昌薩克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。鎮館之寶，鎮館之寶哎！這個呢，是我們薩克斯風這個樂器呢的發明人阿道夫·薩克斯先生，在160年前，也就是1850年，創造出來的第一支。這一支就是它的原型，我們薩克斯風最早的原型。對對，我以為是他用的那一支啊，那這支可所以你看這一支，它其實你有看到我們在比利時，它的錢幣就還沒進入歐盟的時候。對對對。其實他們在錢幣上面的這一支。薩克斯風係由比利時人阿托夫·薩克斯創造發明的，故所以種樂器叫做薩克斯風。台灣這個喺1940年由頭家嘅阿公張連昌，無人高級自家打造出全台灣第一支嘅薩克斯風。
生跟我们解释了那个萨克斯风的由来，然后把你们镇店之宝也都介绍给我们看过一轮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怎么那么有名的萨克斯风会出现在后面？在后面，萨克斯风这个产类就是有一个画家来做这个产类的。阿公的心胸就是那么宽大。阿公就是张连昌大师。大师，我真的懂有福气嘞。还有就是教很多徒弟这些现在就是我们台湾的地方产类。一般像类似咱后里地区都是做代工OEM 嘛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坚持做台湾品牌，台湾的走出全世界出去，人家会在欧美会知道说，来自台湾的萨克斯风就是一个是最好的阳明对。人家按好的环境地图，按用的环境地图了解咧，对了个萨克斯风的历史，生意当难得。不过呢。学法有没有好哦？我有听得懂，他说除了了解萨克斯风的历史之外呢，我们的客家话也要学得很好哦。对啊，老板，我们任务课难得来到你府上一趟，那我们一起来学客家话，也是把我们客家话像你萨克斯风一样发扬出去，好不好？传承下去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来学一点好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音樂，學 B， 葱果诶，高，这个吹萨克斯风怎么讲？喷萨克斯风，好，这边用哈，好，这边好个动作哦，成功。天意季嘅义务还忙结束啦。罗平，好睇客家话歌后，下第10分钟之内，好会喷小蜜蜂，安尼张算够管哦。你这外看哦，也应该可以制作单比调色刁难啦。萨克斯风当难喷呢。喂。他们不是说要练10分钟才会有声音吗？没有，我是听说吹1天都不会有声音。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对，我们是有会歌，但是我证明给大家看。不是，那来试试看，我练到嘴唇都变厚的人看。真的，我觉得嘴巴会麻麻的。我们重来，等一下，剪掉。我先来，我觉得我们有慧根可以。重来。虽然喷到冇样诶，不过哆来咪嘅音节真嘅要喷出来，哇！喺按短嘅时间之内就喷出来，连先生都抽惊一下呢。好嘅啦，也观众的喷出音节就算过关嘞。罗平和干嘛演出，安尼算有拉生意嘅啦。下摆再开一只节目换罗平来冲喇叭啦，我去挑战第3季嘅任务了。大家好，我係路平，尼木哈，客家尼木，好哈巴，莫嘎贵嘎乖的，来，出来，嘎贵嘎乖的，我们穿这里，去，嘎贵干嘛把我们抓出来呀？嘎贵嘎乖，真的。他说我们给鬼给拐，对不对？嘎贵嘎乖了。你看按太一条，差不多戏是出来的。另外呢，工作人员，嗨 ，Hello， 跟大家 say hello。我这边叫做 Papa， 我这边叫做伊玛。呀，好开心哦！同
来到这个乐园了。真的，我好久没来乐园玩了。是的。可是我们今天来乐园，对啊，不知道我们要干嘛？冲浪冲冲啊！他带我们来这边干嘛？对啊，徐老师，你是不是童心未泯？应该是。今天给你们好机会了，好，给我们好机会，给你们玩这两个东西。哦，来，里面搞啊，睡成破捏，睡前过捏，哦，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游戏，另外一个人里面再说，有两个人，有两个。第三个任务地点就是喺后里有名嘅乐园。相对一位学客家话原因啊，就是因为路平嘅客家话学到太好咧。此种人想看一下佢紧张嘅环境下，会本路平冇办法记得么？啊哦，想到像死人嘅样样。哇！有看到冇？有啊，有看到啊，看到了什么？乐园呐？不是水深火热吗？边个底下会不会做嘛嘅？你干嘛？你来教，因为专门请录影家出来啊！我你不是人生就这样回事吗？冲开了，冲开了！王子，今日要公布一下主题，马上进入主题啊！那干嘛个东西？看主题，火山。看到冇？为什么是这个？火山啊！有水有火，有火啊！今日要好搞诶！水成火热啦！水成火热，但是俺哋六安人，老王子嘛要加入俺哋的团队，可以水深火热，Go！落去啊！我们的海王子要专门请录影家出来，哎呀，我见啊！落去，落去，不同的观众群啊，对不对？走了，老师走了。齐先生，嘅通告费慢慢冇按规量啊！大家都坐啲穷粮顺当，样有可能本走脱咯。啊，一个游戏啊，冇年龄嘅限制，安心啦。你攰到失敗聲又夾冇？係都冇着拖鞋啊！冇錯拖鞋。係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。你冇着過啊？我脱給你。來，你脱。我穿內褲上去。對，這個牛仔褲我幫你折一下。哦。換一下。這叫冇奶河嚟㗎。拖鞋啊，攞個樽 P 啊。我幫老師拿。拎着，請住。叫人攞嚟奶 P 佢啦。走啊！水深火熱，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奇怪咧，今日喺路片來出任務，係你齊先生來出任務啊？兩殺對殺，齊先生，我聽數唔懂哦，唔記得準備下，我驗命啦。觀眾朋友，你看到嗎？有沒有聽到聲音哦？除了要搭配尖叫聲以外，我們的配備也是很專業的啦。你看到嗎？標準配備。來，介紹啊！標準的總批，標準的總批，標準的裝備，標準的總批，睡衣，還有火海，短褲，鬼神式什麼是？全身式，全身，鬼神是全身，鬼神是。OK， 好。徐老師還好吧？我想講啦，你講哦，面會拉長啊。面會拉長嘛，是面色鐵青，對不對？哇，其實我還蠻害怕。好，走了。歡迎冇玩電影獎。好。支持你，等我來教呀，做愛電影獎的東西。等下，你要坐第幾排？聽廣播說最後一排最恐怖。我超前的。哪一排最刺激？最前面。最前面。應該是最後一排，因為它那個水噴起來之後才會噴到。因為我剛聽廣播說最後一排最恐怖。之後它水都噴在後面。哦，謝謝你的忠告，我坐第二排。你要坐前面 ，Oh my god！容易。哇，前排是安全感，这边还好，好像飘飘河一样。觉得我现在讲不出话来了。现在没有那么。主持人，怎么回事啊？进山洞，Let's go go！ 按手手你也会啊？按手手啊！哎呦！
哇，快绿了啦！都可以人家两个后生的伫个爱爱唧唧，唔讲痴先生，心肝极天贴呗。快做配友，老师你还好吗？我不好，难过。哎呀，往前就对了嘛。现在要回去了吗？我们现在应该结束了。然后干嘛？海运动，海运摆。我发现学客家话就是要听一经典，然后你要把一个字拍出对来。，所以要在这么紧张的气氛之下对，还要学客家话。算你厉害。然后吐一下，火山我往下流。来了，主题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可爱。哇，厉害！啊，怎么越靠近火山，我觉得好热。哦。哎，你不能用倒退了。好险！好险！直接冲下去，那个超级跟我不要看了，我不要看，你要闭眼睛。我游乐设施从来没有不闭眼睛的。我一定要闭眼睛，我一定要闭眼睛。看起来喊上去喊好高哦，俺们喊手去高啊。是啊。玩这个真的为师，亲身吃的。喊童年哦，喊童年哦，童年就过瘾，过年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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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尼布哈，哎，宁木哈，哈嘎尼布，哈嘎宁木，好哈吧，来嘞，第一嘞，按勾，像我们刚刚有没有那一艘船，除了按勾的我们去了很国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呢，逮，哎，国，哦，那个船到，这个好像还蛮好记，有点像斗宅，对，国仔，好，狗仔，随便你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用谐音记，哈豆，哎，这个也蛮简单的，不是太难。跳天，没有音，有点像是那个英文讲尾巴，有没有 tail？ 哎，有点像，没有音。看，tail 后面有tail，哎，tail in，像盘，盘是用撸啊，是用喷的意思啊。盘，声音，转，啊？哈斗啊！轉，安全的去，平安的轉的。真的沒有教我的話，我會猜回還是回，用回的音，可是原來是轉的音。OK，轉，聲音，頭盤，拍到，果，好，做得。冇想到讲一种歌后啊，罗平还是强顺服务的合法，当好，撒下来一
挑战嘅，通讲系也为千得人强嘅。爱中心，来到也两集啊，吼，伊咧路皮，伊咧啊，老人家，老王子，什么？高啊！唔惊高，唔高啊！唔惊高。上盤，有上盤嗎？會上盤啊！我跟你講，嗌嚟轉啊！來轉啊！轉啊！你要走了嗎？來轉啊！來，拿出來！哇！精神尖叫！精神尖叫，用版講。強多險，咁多險，阿妹愛，阿妹愛，強多險，阿妹愛。咁多險，阿妹愛，怕到叫媽呀！媽媽咪呀！哦，你說咁多險，叫我們是怕到叫媽哦。媽媽咪呀！媽媽咪呀！對呀，嚇到叫媽媽咪呀！我發現全世界害怕都會叫媽媽。嗯，哎對。對，像在意大利話就說啊爸叫媽媽咪呀，就是也是有時會害怕就會叫媽媽咪呀。等下你有點罵人的感覺。不是，它因為意大利話會有 gas bar 啊的不啦的，就是會很多那種手語。所以你一定要 gas bar。gas bar 就媽媽咪呀，就是。上面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阿妹愛啊！真嘅阿妹愛。真的假的要玩這個？阿妹愛。兩都很。阿妹愛啊！當然真然愛搞啊！一個團隊式嘅元宵比賽嗬，高度有39公尺，速度前後時速120公里，千定人嘅足嘅自由落體啦！唔看，視線上看到安尼，有一關嗬，佢真然嗬，容量太大咧。奇怪哦，呀，有時你兩個哦，有心情別唱歌呀哈！新郎也是。阿妹，평子啊冇人哋。阿妹，평子啊冇人哋。聽起來好像是什麼懷孕了，沒有人知道，是嗎？是什麼？是什麼意思？對啊，你猜對了。懷孕了，恭喜我吧，恭喜我！懷孕了，謝謝，我很接受真的假的？你怎麼在這邊才說懷孕了？真的假的？東哥，真的嗎？雷搞，是我們的制作。走了。好了，藝人技術是蠻難追的。沒有，真的，我覺得要以身體為重。對不對？對，真的為重。好了，我跟我的經紀人商量。如果說真的懷孕的話，我願意就一個人上去。你願意代替我嗎？去啊，對啊，不然如果真的懷孕的話，反而就不能上去啊。朱海權，韓國冇拿，你要用家要食行業嘅部署，做主持人愛嚴嚴哦。為咗安全，池先生，你喺啲順口休息就好咧。這樣子衝下去應該會熊。這個我用看了，我就熊瘋了。來了，沒有什麼情況。我愛你。哇，快綠了。有必要按的黑毛，制作单位，好欧气咯！好漂亮的风景啊！好漂亮哦，很香呢。我不要看，我已经闭上。
子孙结束嘅。哇，他肯定不，好好吧。我眼里就只有 No 哥跟 No 妹而已，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家人。好了，我要下去了。恭喜两位又創下人生嘅新紀錄了，也替相關嘅業務啊，實在辛苦呢。製作單位太標水，羅平專業書簽名嘅5級客家話就好嘞。變種哦，客家也太淡卷。因为这个惊吓过后呢，我的客家话是越来越厉害。确定？对，记得非常的牢。没有学好，要再去玩一次。啊！不要！不要再玩一记得。来，告一拜哦，来。对，果，果。果是高，还有低呢？呆。或者呢？还有吓到啊，这个我最会。哈豆，好，还有这个挑衅，相盤，然後細泥，起準，真的準。哇！还是要注意安全啦，真的做唔到嘅人就唔好勉強去教嘛吼。啊，像要阿公級的啦，就企喺旁邊看就好了。哎，對，量力而為。還有啥哎？年輕的，敢衝的，血氣方剛的，盡量去玩。我們就來去搶救第四。沒錯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小心哦。啊，唔過最重要嘅，啊學下法嘅，就要看我嘅節目，任務下，客家任務，學下法。